主后2025年6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主爱的上帝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06篇第10到4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06篇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啥人会晓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？所有维护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子民的时，求你为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。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。阮甲阮的祖先共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，做歹。阮的祖先伫埃及无明白你所做的奇事，袂记得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伫红海背叛你。毋过主，因为伊的名的缘故，解救因，要显明伊的大权能。伊一个划红海，海就打去；伊带因经过海深的所在，那咧经过大地。伊救因脱离怨恨因的人的手，对敌的手中解救因。因的对敌拢予水淹没，连一个都无留底。迄阵因才信伊的话，才唱歌称赞伊。因真紧就袂记得伊的所做，无听候伊的指示。因伫旷野大大起贪欲，伫风暴试探上帝。因所求的，伊有互因，毋过嘛互因拢衰烂消散。因伫野中怨悼摩西，甲上主圣别的亚伦，地就裂开，吞灭大丹、阿末、阿比兰迄阵人。有火伫因中间倒起来，火焰烧灭遐个歹人。因伫火烈山做牛仔，拍败所住的像。安尼，因用食草的牛仔做像，替换上帝的荣光。因袂记得甲因拯救的上帝，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含的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。所以，伊讲要甲因消灭，若毋是伊所拣选的摩西，徛伫伊面前极力申诉，消除伊的受气，伊已经甲因消灭啊。因看轻迄个好的地，毋信伊的话。因伫家己的布边内埋怨，毋听趁上主的话，所以伊对因举手立誓，要互因死伫旷野，互因的子孙死伫外国，四散伫逐所在。因斗阵去拜边呢的巴力，食献互无性命的神明的祭物。因安尼做，惹起伊的受气，就瘟疫伫因中间传染。迄时，菲尼哈起来替因排解，瘟疫就煞。即个代志，上帝甲伊算做义，对迄时起直到永远。因伫米利巴的水泉边，搁惹上主受气，为着因的缘故，摩西受连累。因为因背叛上帝，直到摩西讲出创崩的话。因无听趁上主的吩咐，无招惹外族的百姓。
反倒甲外邦人通婚学因的所做，服侍因的偶像，结果家己跋落陷阱。因将查某囝做祭物献互鬼神，因后无做的人会悔，杀家己的查某囝，将因做祭物献互迦南的偶像，迄个地就受到灰污染。安尼，因受家己的行为污染，因的所做犯着淫行，所以上主对伊的子民发受气，厌恶伊的产业以色列。伊将因交伫外邦人的手，互怨恨因的人管辖因。因的对敌压制因，因就屈服伫对敌的手下。上主一遍搁一遍解救因，毋过因故意背逆伊，因为家己的罪恶致到坠落。伊听着因的哀叫，体贴因的困苦。伊为着因想起伊的约，因为丰盛的慈爱回心转意，互因得到所有掠因的人的怜悯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阮，自一阮带阮对列国转来，互阮通感谢你的圣名，用称赞你做阮上大的欢喜。愿称赞归互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愿全体人民拢讲阿免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慈爱的上帝，创世纪记载，大水消退了后，拉甲因兜的人拢离开船，所有的动物也陆续出大船。拉为上帝建造一座祭坛，献上烧化祭。上帝欢喜拉所献的祭，心内想讲：我无要阁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土地。虽然人对细汉心所想的拢是歹，我无要阁照我以前所做毁灭所有的画面。大地若还存在，灾情收成，寒热、冬天、夏天、日时、暝时，拢会继续。诗篇106篇中，诗人因带咱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特别是因伫遭遇困难和挑战的时，安怎一遍背弃上帝的教导，以及上帝安怎不断地拯救因行出困境。虽然上帝知影人对细汉心所想的拢是歹，却也一而再地饶赦甲拯救伊的子民。诗人写作的目的，在伫提醒以色列人记牢因的历史，反思因甲上帝的关系，搁鼓励因伫未来的路上信靠上帝、顺服上帝。诗人期望人对上帝的慈爱有搁较深的体会，进而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。咱借着这首诗，反省家己的基督徒生命品格，是毋是拥有上帝的慈爱、怜悯甲饶赦？1994年，非洲卢安达总统的飞机受击落，乌图族极端分子迅速上台，指控图西族是总统遇害的罪魁祸首。因为安尼引发一场残酷的民族大屠杀，伫接续落来的3个月中间，将近100万名图西族人和其他少数族群受残忍杀害。德罗时12岁的图西族妇女伊玛奇雷伊里巴吉查，幸运受一位乌图族牧师所救。甲其他7名妇女做伙，去唱点一个猥亵的仪式。虽然家己
行得存活，但是厝内的人早就受杀害。极度的恐惧甲怨恨占据伊的心。长达90日的密藏，伊嘛试咧对信仰得到支持，借着默想、祈祷，看见耶稣的疼甲宽恕。伊确信，无论是杀人者还是受杀者，拢是上帝眼中的囡仔。2007年，伊嘛试咧伫伊的著作《宽恕》，我唯一会当做种族灭绝中幸存者告别。伫册中，伊分享家己安怎伫大屠杀中找到信仰的力量，学会晓疼甲宽恕，包括疼遐个捌想要杀伊的人。咱差不多毋敢确定家己会当亲像伊嘛一个一般对伤害咱的人讲，我原谅你，但是伊嘛试咧向咱表示饶恕是可能的，拄亲像诗人甲咱讲：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就算上帝子民一次搁一次背逆上帝，但是上帝也一次搁一次将因对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上帝是慈爱的神，伊愿意赦免人的过犯。伫上帝慈爱中，伊愿意赦免咱的罪，咱也借着安尼学习彼此饶恕的功课。默想，上帝愿意赦免人的过犯，我是毋是也愿意原谅人的过犯呢？上帝愿意赦免人的过犯，我是毋是也愿意原谅人的过犯呢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感谢你不断的饶恕甲拯救，求你互我学习你的疼甲宽恕，互我的生命成做你疼的见证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